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葉水美，今日當歡喜來到大家分享有氧國標舞。在分享之前呢，我先介紹我的2位助教，在我的左手邊是我們的謝祥義老師，好，右手邊是我們的彭玉玲老師。好，運動係對健康最好的方法。在運動之前呢，一定要先來暖身。現在我來帶大家來開始暖身。好，首先第一個動作是，我們的頭先往前彎，1、2、3、4，往後5、6、7、8，然後呢再往左2、2、3、4、5、6，重複一遍，1、2、3、4。5、6、7、8，向左2、3、4、5、6，回正，慢慢的再將頭來往左邊繞一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向右轉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向左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向右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回正。再來，我們來動肩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兩邊一起動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接下來我們來轉動我們的肩膀，我們從左邊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往前轉，左邊開始，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兩邊一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往前3、4、5、6，非常好。現在請把腳張開與肩膀同寬。好，再來我們來做推胸的動作。好，先把胸往前移動，1、2、3、4，往後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左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接下來我們將兩手舉起，然後左右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7、8，好，來手放下，好。這個暖身哈非常的重要，那運動之前呢，一定要來暖身。好，那他做的係身體的動作，也來做臀部動作哈，來走一邊哈，來開始臀部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加快一次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基本的暖身就都要的喂。接下來，我們就搞大家來跳，我們的有氧國標舞嘍。好，接下來要搞大家跳的係恰恰的基本移動。好，首先我們先從左腳開始，我們在原地。好，左腳前進 ，2、3，好，往橫的掐
恰恰，好，右脚好，带回来，再后推 2 3， 恰恰恰，好，再一次哦。每一次要出脚的时候，我们会把脚先带回，再往前站上去，来配合我们的手势。好，收回，好，退回来，往横的恰恰恰，好，后退，好，一样把脚收回，再后退 2 3， 横的恰恰恰，好，这是我们的基本移动。好，在基本移动过后呢，要介绍大家的是原地扫腿追步。好，这个步子呢，在我们跳恰恰的双人舞里面用的很多哈。那首先一样，我们的左脚前进，好，重心站上去，退回来，好，做一个扫腿的动作，到你的右后方做一个并脚，再打开。好，再一次，好，这个动作前进，好，退后，好，做一个扫腿，退后交叉在你的右后方，好，而且是用脚尖、脚掌，好，把右脚收回，再打开。好，这个叫做原地扫腿的追步。好，再来我们的第3个舞步呢，要介绍的是扭臀步。好，扭臀步这也是在我们舞步里面用的非常的多。好，由我们的后脚来退后 2 3， 上来做一个扭腰的动作。好 4 and 1， 好，再一次由我们的右脚向后 2， 好，重心站上去 3， 重心来到左脚。下一个动作呢，我们要让我们的左边的肩膀还有手安静，由我们的臀部往左边转动。好，再上重心到右脚，上到右脚并左脚往横的打开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扭臀步。那我们把刚才的原地好扫步、原地扫腿的追步，再加上这个扭臀步，它变成连在一起。好，因为我们的这个原地的扫腿步是由左脚开始，然后呢，高级扭臀步是从右脚开始，我们把它组合在一起。来，一起来，从左脚开始 ，2 3 4 and 1。好，后退扭臀步 2 3 and 4 and 1。再一次前进 2 3 4 and 1。后退 2 3， 扭臀 4 and 1。好，那我们把刚才的基本移动连接我们的扫腿步以及扭臀步，把它连在一起。从左脚开始，好，预备，开始哦，前进 2 3 4 and 1， 退后 2 3 4 and 1。好，那个我们的原地扫腿追步哦 ，2 3 4 and 1。好，扭臀 2 3 4 and 1。好，那我们侧面来示范一次3个舞步。好，从我们的基本移动开始。好，来，我们请2位老师也一起左转，来一起做一次哦。and 左脚开始 2 3， 横的恰恰恰 and 2 3， 横的恰恰恰。好 2 扫腿下 say 1 2 3， 恰恰恰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3个舞步。呀哈，聽得音樂來，此刻呢。
One, two, three, four. 1, 2, 3, 4, an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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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。好，来向左，我们再一次哦。1, 2, 3, 4, 1。好，向后。好，1, 2, 3, 4, 1。好，大家好唔好？好，运动对身体当好，大家加油啊！撩一下。